Y Round Dog，今次同大家介紹返嘅係渡渡鳥同愛麗絲嘅場景。背景呢個草地其實係要自己加工，一買返嚟呢個苔蘚草地真係好樣衰。呢個草地究竟點樣加工呢？首先一格格填上模型，用天然土，隨意塞落去見唔到黑色部分就可以。跟住我用咗黏土做地板，將原本係白色嘅黏土一層層上色，重疊地面嘅唔同顏色，再用海綿推開，最後就係陰影部分。首先將開稀咗嘅黑色塗上，然後用廁紙或者海綿印走唔要嘅部分就可以。整完之後就等風乾，石面路部分乾咗之後可以用膠水或者熱熔膠貼上，最後就用膠水或者木工白膠將裝飾用嘅枯葉石春同埋枯草貼上。改造呢個草地做法簡單，好似普通小學生嘅勞作拼貼咁就完成啦。所需時間大概1日左右，除咗黏土部分要提早準備，完成咗之後輯相影出嚟就係咁啦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